即是有当啊，然后呢无讲解释安尼，所以可能爱互我淡薄仔时间安尼。嘿，我dit就是甲配合，我是感觉台湾迄个说台湾必合即个戏剧，我感觉甲迄个共款安尼，所以有推荐来罔看呢。三年嘛来啦吼，我打一寡连结，然后等我一下，然后个啥，我想要打一寡。定咧用，毋过我进迄个所在，我要我用物件。好啦，我dit就罔参考啦。真正我找到一个香港人伫咧分享即本小说，有一个戏出的款。迄可能是电影吧，可能甲翕是电影吧，我无确定，因为伊咧讲的时阵有一寡画面是戏剧的画面。因为我感觉安怎讲，1984即个年过，佮即个时代，英国迄时阵我无确定因到底有啥物状况，我毋知影。总是，若准讲由咱台湾来看，我感觉嘛淡薄仔大吧吧，因为迄个威权统治，或者是专制的社会，拢差不多是迄个型嘛。差不多是迄个型，变成讲反正就是因就是控制人性就对啦。所以控制人性，即个物件手路差不多啦。精彩是啥？我看到的吼，伫台湾遮就是在一直到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，总是有够侪。但迄个侪可能是拍摄数量，我无真确定啦。总是天安门事件，即个物件，因敢讲惊死的人，或者是毋惊死的人，偌济，这我毋知影。总是有当阵读小说甲看戏剧，互咱会使一寡思考安尼。当然，以我来讲，伫即搭遮是伫读台文啦，甲一寡过去无机会用台文来表达的，咱用台语文来表达。当然，我的感觉是1885年、1886年台湾府城教会报了后，台语这个语言应该是有迄种言文一致的方向伫咧发展啦吼。日本时代嘛发生什么乡土语文论战这种代志，总是遮尔久，敢无久100多年，迄个方向。我无真确定的是讲，敢讲绝对言文一致是唯一的目标。听起来看起来，根本日本英语、日语这种应该冇这种现象吧？当然我毋知影，我英语、日语无好啦吼。毋过有人是讲书写的时阵，伊有一寡用字会有所调整。可要讲诶。粗话垃圾话济，你袂伫咧你的写作内底，不时淡仔咧写嘛。当然，你讲口语上，你伫你的作品呈现用口语来表达，小说内底总是有对话嘛。毋过一寡毋是对话时阵，敢也有需要遐尔济粗鲁话，这我毋知影。听起来看起来敢若无必要啊，因为逐种语言拢有即种粗鲁话、文雅话嘛。听起来看起来，这敢会是真做言文一致的例外？我毋知影，总是好啦，我dit到
拢参考安尼。我伫确认收到这个讯息，看到就是各位朋友看到就拢参考啦吼。时间也到，咱就直接来读这个1980这个小说。安尼嘛已经读差不多2/3去啊，因为总共378页、77页。那伊翻译者伊针对小说翻译的内容是378页，真是232页。好，安尼我就来读落去。我毋知各位朋友你手头敢有册啦吼，因为我只是有即个英文版的，我英文也无讲介好，毋过伫咧迄个我家用的迄个 YouTube 直播是放英文版的啦。有当初要找迄个啥，找台语的时阵，就讲一寡字词，我个人对有兴趣还是疑问的时阵，想讲要找一下英文还是啥呢？所以继续读232页，3年来啊，那么才对了后壁读啦吼。这段不哩啊大段呢。好，所有的内党部成员，拢甲即个未来的征服当做一条信条咧信，达成的法度，一个是一步一步占着搁较侪领土，建立压倒的的优势力量，无就是发明某种新型无底抵挡的武器，新武器的研发进行无停，剩无几个领域像这创新也思考的心智也有路通行。伫即阵的海洋国，具意义上的科学仍无存在啊。新讲内底无一字代表科学，因过一切科学成就，拢是建立伫经验实际的思考方式顶头。毋过，后者甲因社主义上根本的原则正相反，连科技的进步，就敢若伫产品会当用来削减人类自由的时，才会发生。世间一切有路用的机器，毋是动停，就是咧倒退路。田要用牛咧犁，册煞是用机器咧写。毋过伫最要紧的代志，也就是讲战争甲警察监视方面，实证方法也是受到鼓励，上无是受到拥吻。党的两个目标是征服规地球表面，甲即时永远湍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。所以有两个大问题是党真要义要解决的，一个是安怎伫别人无同意之下争取出伊咧想啥，一个是无有警伫几秒内杀死数亿人。科学要有咧发展的，就是这个主题尔。现主时的科学家分两类，第一类是心理学家兼新闻者，咧真有研究人的表情、手势、声调的意思，甲试验药物、电击、催眠和肉体hình考取得实情的效果。肉体甲效果，咱念一个详细的是安怎？我音就怪怪安尼。第二类的是特殊的化学家、物理家也生物学家。准题嘛来，我读到232页，差不多这大只，因为这段嘛不哩啊大段，连咪像我3年读，直接对咧3年后壁啦吼。因伫家己的专门学科内底，敢若关心安怎处人性命，伫和平部看龙的实验室，也是设伫巴西松林、澳洲沙漠、南极无人岛的实验站，拢有规定的专家毋知忝咧做工课，有人规心咧规划将来战争的布局，有人咧设计愈来愈大粒的火箭弹、愈来愈强的招，甲愈来愈歹拍透过的装甲，有人咧找找更较害命的新毒气，会当大量生产来毁灭几大洲食物的可氧物，也是毋惊任何可能抗体的病菌。有人咧拍拼要制造会当壮丽袂输畅水蓝伫水里
的车辆，也是伫天顶，就若像帆船伫海面免靠岸的无人机，阁有人咧做阁较无可能的开发，比如伫数千公里远的太空安镜片来集中日头光线，也是取地心的热来制造人为的地动也海潮。这就是拢是一寡较啥科学性嘛。当然迄个论述的理论，就是我感觉，除了违反人性以外，嘛违反自然科学嘛，至少是本土空间嘛。有诶可能有人有知到什么设想、联想，想象到什么四维、五维，甚至有人推论讲，人类有知到想象，或者是电子时我都理解就是11维，迄个 dimension 迄个，所以这有当中是安怎讲，真歹料想啦。前一阵仔，美国讲有公布一批防还找袂出来倒位有重大的一寡无材料解水影片，就有人讲，太有一个影片是翕到讲一个什么物件，雄雄碰大了，怎消失去安尼？就有人讲，就是第4度的空间啊，时间差入来了，对咱人类来讲，你无即个第4度的迄个空间的时阵，你就无得想象，你就无法度理解啊，第二眼前就消失去啊。所以这物件有当阵啊，用人类的知识来讲，无一定我都合理解说啦。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是毋是Sunny，互你接续落去读安尼？嘿，对，嘿，好，等下说。不过这个计划无一项把小我近现实，咱会超过，嘛无一个走较头前。下因下动教官宣称原子弹是因发明的。实际上，原子弹伫1940年代出现啊，搁伫农业10年后头一遍大规模使用，几百粒原子弹牵伫各工业中心地区，主要伫罗西亚的欧洲领土。西欧甲北美效应就是各国的统治阶层拢相信，若搁几粒原子弹，造计划的社会就煞了。因的权利嘛共款。后来虽然无签订任何正式协定，连提起都无，连提起都无，就无原子弹搁拿倒来。在中原只是继续做原子弹，囤起来，等待决定性的时机。伊相信迄日早晚会来。同时，战争的计以30年无啥变化，伫身体比以前较实用。轰炸机大部分互自推进的射弹取代。册名的移动战船嘛，让为互顶拍袂停的浮水要塞。厝发展就真少，战车掺水淋鱼雷机关枪，甚至来互
来好穿，甲手榴弹拢也搁在用。搁再虽然讲报纸甲千里无对付报备完的多少，较早迄款是指几百万人的尊死战，尊死战伊毋捌搁发生啊。好，感谢。了解。对，感谢。毋知即段嘛是拢咧讲，我咧讲，这应该拢是属于迄本册第3章的内容啦。因为含即个故事 ，Winston 甲迄个 Julia 因发生，或者是伊去拄着O'Brien 还是Goldstein， 拢毋是直接的关系嘛，而且这拢无人命，拢是物件，所以我咧以为应该真正是册内容啦。册内容这甚至是毋是真正有即本册？寡头者集体主义的理论甲实行，凡是有啦，什么马克思思想啦，还是什么，就是遐共产主义，还是社会主义遐，就是差不多是即个物件嘛。对吧？伊迄个说英社主义，就是什么 English ing 开头嘛，啊 social 嘛 social 什么会开头嘛，啊后壁用迄个 ism 票，应该是用 ism， 就是什么主义迄种意思吧。毋知咱大家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不离啊，硬斗的一本册安尼，好安尼顺着循环你读234啊。啥会超讲无一个路苗进行大失败危险的比大行动，较接是对农民发动意识，三个用权采用的拢共款，上无应该用讲是要采用。无是地生的地吧？迄是毋是地生的地？即个是毋是地生的地？我看一下，歹势你继续。若是看地，然后地讲是要采用即个用哦，真正用电毛电的音啦，吼。对。就是采用剑道、谈判，甲是以拄好的反馈来占几箍恁来占几箍的议题，甲德国完全围起来，国内落合对方签友好条约，保持和平真侪年，互对方的猜疑，互对方的猜疑心落去，共一段期间，建立要对做按原子弹头，听好倒一日，做一摆发射，甲对方拍甲连报复，都无机会传来。落合村的迄个用权签友好条约，准备一摆的攻击，这个计划免讲嘛知是无可能实现的项目。另外，战斗干那法律恰图甲北极军的争议地区进行，嘛无一个
捌去侵入敌国领土，为这会当了解怎样三国之间的边界都有的所在并无自连。例如讲，老阿国会当轻易征服本连边岛，亚地理地嘛算欧洲，也是讲海洋国嘛会当甲国界撒到Ryan， 这是 Ryan， 澳洲的 Ryan 河啊，澳洲的 Ryan 河，甚至比图拉河，我读是比图拉河。不过若安尼，就违反文化完整的原则啊。这个原则虽然捌入列规定，各方拢遵守。我先到这。好，感谢，真正是无好念啦吼。来，看卖啊，这个我要对迄个对直播迄个英文版调一下安尼吼，然后当然英语、台语有够好教材条，听台语看英语安尼，我毋知有偌济人即个材料安尼。若是我继续读啦吼，235页顶悬第3页啦。若是海洋国要征服以早叫做法国甲德国所在，就爱甲遐个居民拢灭掉，这是物理上足困难的任务。若无，就是爱甲科技开发程度和本身相当的量约1亿人口同化。这个问题对3个超国拢同款，3国的结构拢绝对袂容允人民甲外国人接触。真有限的例外是，互因看到战争，是互因看到政府甲有色人种落嚟，就准是当时官方认定的民国，嘛爱用上深的怀疑来对待。海洋国的普通民众，拢毋捌看过政府以外的欧亚人、东亚人，嘛不准人捌外语。你看这个物件偌严重，到韩国的韩国。若是国家允准因接触外国人，因就发现对方只是甲因家己类似的生物，国家宣传讲外国人安怎拢是假，安尼因生活的封闭世界就会破空去。因的信念所根据的惊吓、受训、甲自认正义、恐惊见拢会蒸发，所以3个政权拢了解。不管 Persia、Egypt、Java 也 Cylon， 我无确定这个 Cylon 我无确定这哪念吼。换主换间换接炸弹以外一切，拢袂使下过主要国界。所以这到现主时，敢是反正嘛有一寡国家嘛是安尼嚟处理伊的人民吧。可比讲一寡非洲的国家，当然敢是柬埔寨啊，或者是佫有啥物国家有可能是会安尼生？你讲目前欧洲的国家内底上无好个上善车，我讲欧洲国家包括东欧遐个国家对无？德国正做一个国家，其他啥物斯洛伐尼亚，佫啥物？马其顿，佫啥物？遐有几个国家，其实拢无输台湾啊。当然有当阵真正可能是含款者的争吵吧，或者是就敢若即大家所讲的，因有才调，当然要甲其他的人、其他的所在甲吃落来嘛。顶一段咧讲，拍佫较侪领土嘛，因为
拍更较侪领土即种想法，敢会是因迄种中国人自古以早的想法，就是有土殊有财，有土地才有财富就对啊。当然，迄是建设伫咧土地一寡矿产嘛，不管是土骹底，还是地面发树仔迄种诶。也毋过，更较重要应该是管理吧。你讲 Israel， 你讲新加坡，因嘛无啥物资源啊，也毋过因家己诶国家创甲袂输真强啊！即摆开始讲，因为因无啥物资源，也毋过因诶国家地理到差不多是不了侪人侵破诶嘛。啊，所以你讲有资源无资源，啊，甲迄个国家诶人民过了有舒适无舒适，所以讲以大家来讲，啥物不准人捌外语即条代志，当然就是毋知自当时开始，就是互大家袂输食着迄个啥麻药药，还是食着啥物货麻烦药，大家拢讲安尼，对无？过去中国国民党伫咧糟蹋台湾人的时阵，嘛是用迄种愚民的政策，啊是尾啊。当然，上面我就讲嘛，台湾有够侪毋惊死的人，剩死的人，然后去甲美国斗嘛。啊，美国才施加压力叫蒋介石因即两爸仔囝，当然尤其是尾啊蒋经国嘛，伊才肯开放嘛。所以有当阵啊，你要挖啥物人？你讲隔壁即个厝边高墙大汉，你讲两三条街仔以外迄个，伊名声真好。主持公道，你讲你要信相，你较相信相，这有当阵是无一定遐好判断。也毋过，咱换一个认真来讲的时阵，答案应该是真清楚啦。啊，只是即个小说，嘛是有一寡值得咱思考的所在安尼。好，来，我搁来读一段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。甜嘿，你讲倒一个所在？哦，恐惊见遐，因迄搭遐嘛真奇怪，讲到底爱安怎种？因惊遐收分甲自认正义，恐惊见拢会蒸发。因为我著讲，伊咧处理的时阵，敢若拢较甲伊处理甲少书面语的嘛。啊，伫读念的时阵，就真正有当阵沙无讲，到底我著讲，即字是要。含头前迄个字倒做一个词，正做伊的后壁，还是变成后壁迄字的开头安尼？这有当不了，无遐好判断啦。好，来继续读落去，235页，祝大家。这个校话下底有一个事实，毋捌明讲，却是逐国知照行，就是3个超国的生活条件拢差不多。伫海洋国主导的铁学叫做影响主义，伫欧亚国。是新 Bolshevik 主义，伫东亚国，迄个主义有一个中文名称，通常翻译做拜死。毋过较准的讲法是呼啸自我。海洋国的人民不准知影一撮啊另外迄两国的主义信条，说着教旨是甲你嘛，讲因野蛮、反道德、甲反常识，其实。这3个铁学根本无啥会区别的，3个所支持的社会体系根本无差异。伫倒一国拢是同款的金字塔结构，同款的半身家领袖崇拜，同款由长线战争造成，并且为长线战争服务的经济。为遮通知，3个超国若无法度互相征服，安尼做嘛无好处，变到。只要因保持冲突状态，因就哪咧相近哪三群国，而且照例3个强权的统治集团，拢对因的作为，同时有制格，嘛无制格。因的人生奉献互颠覆世界的志业，但是因嘛了解这场战争就爱拍袂煞，无人赢，无妨征服的危险，才会当好人现实。这是。影响主义甲对敌思想体系特别的所在，遮爱中国进前捌讲过一点，就是
战争正做长线袂停的性质，就自军队改变啦。所以就是伊即种嘛吼，我就讲伊这是应该册落无毋对，因为即种即本册的即种第三种的名称，就是叫做战争，就是和平啊，所以等于是甲伊啥，当做一种恐怖的动态平衡啦，就讲伊毋是一个，当然有当仔看你讲的长期、短期的定义是啥嘛，所以有当阵啊，变成讲一直到现主时，咱有一寡人咧讨论问题的时阵，伊无都好好甲你讲，伊嘛无好好甲你讲，即两个意思拢存在。伊无法度好好甲你讲，伊嘛无法度好好甲你讲，伊嘛无法度好好听你讲，因为伊头壳内底可能欠人什物物件，我毋知影啊，所以变成讲，定定就是抓袂着迄个主题，啊，然后就敢若进前捌看着一个影片，就是伊10分钟、20分钟，喙拢无停，拢有字音对伊的喙走出来。抑毋过你真正听的时阵，伊讲的完全无内容，完全无内容，我真正有够厉害。所以，我讲咱做人千万毋通安尼。啊，当然有当阵啊拄着着高题，佮讲你的上班的所在，还是你的生活形态是啥？有迄种情形的时阵，我嘛毋知这要讲好啊毋好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？一寡汉字，我拄有读的一个所在，就是你听应该听会出来，但毋过你看到字的时阵，有当阵你会戆去。到底迄个通知是要读到通知啊，读到通知，这有当阵啊，真正是爱看顶的文。但毋过，读毋对的时阵，你应该会随听出来。啊，总是这就是我讲伊咧处理的时阵，迄种书面语有当阵啊，无遐尼好理解处理安尼啦。我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我看下，都是册内容呢。啊，当然我讲即个1984，你讲迄个海洋国人主是咱来甲看，我就讲这是1949年出版的，啊，设想1984，进来甲看是，迄时阵毋是安尼发生嘛，即马嘛无嘛，啊，所以就甲伊塑造一个讲，一直正袂煞即种代志，就是伊设想迄三个大国还是三个强国，就是有你的手路。啊，小上的手段，然后都爱食细，啊，然后慢慢变做三个超国安尼，吼，叫做三个超国。安尼，三弟是毋是我你继续读？哦，这个伫英国年代，战争即项代，会使讲照定义，就是早晚会帅，通常有确定被错认的性甲白。伫英国，战争嘛是互人类社会被脱离物理现实的主要工具之一。各时代的所有统治者拢想要甲一个世界观强施互咱人民，毋过因袂肯伫推设任何的妨害军事效率的幻想，只要证书代表失去独立地位，也是其他一般无爱的结果，对证书都爱做定金的起哄，物理事实袂当无视，伫体学、宗教、伦理学也是政治、离家理反射的
等于5。毋过，若是伫世界气泡也是飞行机，2加2就爱等于4。效率歹的国家早晚会互征服。追求效率的打拼是幻想之地。政治部要爱有效率，就爱会晓为因果学教训，就是讲对以早发生啥代志，爱有相当明确的了解。免讲，自来新闻纸甲历史课本拢有读实，有带偏见。毋过，像今日实行的即款伪造，是因过被发生的，正正是人类底伫真可靠的防卫机制。对统治阶级来讲，完全是上要紧的防卫机制，正正可能会输，可能会赢。无一个统治集团会肯定完全无认真对待。读到这。好，感谢。完全唔认真对待，当然无甲敢有啥物争吵。No ruling class。就是败，无是讲无做，就是讲我知影，毋过我就像讲有人知影讲可能爱买一寡国防的武器，我就就是无，我是可能是主观客观晓，因为伊的英文是 No ruling class could be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， 无负责任嘛呢？所以改翻译做会堪伫完全唔认真对待啦，无甲一个统治集团啦 ，no 嘛，无甲一个统治集团会肯定嘛 ，completely 完全唔认真对待啊，就是一定爱认真啊，所以当然这有当就是相定否定嘛，伊是 no class irresponsible 吼，有摘掉歪插伊就对啊。伊讲即个 irresponsible 是认真，所以甲反映做无认真，唔认真对待，会堪伫无甲一个统治者，无一个统治集团会堪伫完全唔认真啦，就是每一个统治者可能拢会认真对待。当然有当初这是毋牵涉到你的肯定论述法，迄个强度和否定论述法的强度是无同款的，这可能嘛是牵涉到迄个语言伊的迄个主要的语义还是语用。因为我觉英文敢若较罕的有相定否定来表示肯定，也毋过伫台语或者是中文华语，敢若就相对会较侪用相定否定来表示讲，你若无安尼做是袂使一路。若肯定的就是你安尼做才会使，对无？肯定就是属于鼓励嘛。咱遮就是是毋是有当一个讲法是叫做啥？足蛮皮的啦，所以用迄种禁止的，还是用处罚的，还是用迄个啥？就讲要讲的是两种语言，至少是两种，相对用肯定的较侪，还是相对用否定的较侪，这种争差安尼啦。所以即大家就是讲，那while was could be won or lost， 战争当然有输有赢嘛，伊遐毋是稳的啊，那稳的早就甲灭掉去啊嘛。所以即摆因即三个国就是对付其他两个就是无人完全的把握啦。就准讲头前讲啥物做啥物原子弹啥，当然即摆是叫做核子弹嘛吼。就是讲，然后就一声就去加落就加落来嘛。所以日本已经统一成做一个国家嘛。
对无？迄过去拢细细国家的时阵，逐个相安无事嘛，啊，就是食落来，啊，毋过即摆食袂落来啊，歹势，无真确定，啊，目睭花花也是啥的？哦，安尼是毋是准的？我你接续落去读。见经诚做正讲拍袂煞，都袂危险，嘛无虾米叫做军事必要性。国际情报会使停止上明显的事实，嘛会使鼓励也卖插。咱所看，为着战争的目的，会当叫做科学的研究，也咧进行。不过根本是纯合理，最无结果嘛无要紧，后已经无需要。包括军事效率，为海洋国思想警察掠外，无一项效率。既然三个超国拢无法度征服，大家都拢是一个单独的宇宙，内底差不多同款的思想。影响，拢会当安心进行现实的压力，但若为日常生活需要感受得到，需要食，需要啉，需要住，需要穿，需要依恋，准着目标，也下出老母顶的虫仔，即类的生甲死之间，肉体的爽快甲肉体的痛苦之间，也是差别。总是全部都爱，总是全部都安尼啊！海洋国人民和外界甲英国的连结往切断，因敢若活入星际空间，无底通知影我一边是顶头，我一边是下骹。即款国家的统治者是绝对的，连古埃及的法老王也古罗马的皇帝嘛无对比，确实因毋通互群众大规模挑衅。这个是五四。人死伤多，就歹处理，因嘛着爱维持和德国边缘也边界的军事水准。不过只要达成这个上低标准，因会当在因甲真心。粒啊是甜，应该是粒啊甜吧。粒做任何形状。好，感谢这个，迄个啥，德国甲德国啦吼，我哋这我就讲，两个应该是无共音吧，还是共音？我袂记得。
我会记得，对啊，我是甲伊读无共音嘛，德国啊，伊当然一个第4条，一个第8条应该是安尼啦，我都无记毋着。好，然后第粒，即有当一寡字嘛是无接写无接讲着付袂清楚安尼。然后我看卖伊讲，连古埃及的法老王也古罗马的皇帝嘛无对比啊。伊的英文就敢若简单2字 ，as the pharaohs or the Caesars could not be。所以就是讲法老 ，PHARAOHS 啊，当然即马即个字就是翻译做法老嘛，诶，华语嘛，音译就对嘛。啊 ，Caesar CAESARS， 目前伫中文是改翻译做凯撒嘛，啊，毋过我会记是翻译做 Caesar， 啊，念是念做 Caesar 啦，我所学到的。啊，所以变成讲，咱伫处理这个话文的时阵，啊，即摆改翻译做皇帝，啊，所以变成讲这个专有名词对咱来讲，咱到底要甲什么当作上优先的适用啦？就讲，你有法度知影迄项物件无？敢是爱先去知迄项物件？理论上应该是吧，无你要安怎翻译？啊，过来就是讲第2招，我管它是啥物物件，你看是读啥物音，我就直接甲读啥物音，写做罗马字做台语文来使用嘛。因为日本即马敢若大部分就是安尼咧处理的嘛。也毋过有一寡字就是，迄个读出来音含咧表面的字母，就无一定啊对同啊。安尼要安怎？我无答案啊，因为我嘛毋知啊。啊，所以目前全世界拢有台湾人，头前20个甚至50个，即50个国家可能拢有台湾人啊。咱较接会使听着、看着、拄着，对无？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啊，搁啥？西班牙、葡萄牙在念会出来，我念会出来，拢有台湾人。啊，即个台湾人嘛开始有一寡人，伊会直觉着讲，对啊，我自细拢讲含老爸老母讲台语嘛，去到校就开始学中国话嘛。啊，即摆来到海外，为着要下面中国人做区别，安尼是毋是爱甲我原地的本土语学到？因迄所在迄个物件安怎讲？因为因的称呼，啊，咱台语要安怎甲讲？尤其去到海外，我咧我咧猜想，8、9成拢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去到海外嘛，所以就开始请用后一代啊。啊，请后一代的时阵，当然可能有一半的人，伊可能我若继续讲中国话啦，不管伊原地的身份是啥。要毋过我咧摇，应该嘛有一半的人，伊会直觉着讲，应该讲咱的本土语言啦。啊，讲咱的本土语言的时阵，你着拄着遮物件，你要安怎去翻译？啊，有一个原理原则无？啊，当然我所看到的，我所知的，或者是目前我的想法的，咱就先知迄个物件，用台语的理路去甲号名嘛。台语的遮物件有足侪理路的啊。对无？有诶是用啥物书对伫后壁，还是啥物倒头前诶？对无？查甫迄个查就是属于前对啊，分别是伫后壁迄字嘛。查甫诶甫，查某诶某，迄才是分别诶嘛。啊，毋过有当时嘛是后对啊，对无？啥物可能句，还是亚工句，迄是后对嘛。好，啊无就是背后好，姜仔好，即种迄是后对啊。所以台语号名诶。有伊诶理路伫咧嘛，遮物件在因英文诶世界内底，可能每一字拢非常无共款，甚至因用迄个啥物自然科学诶时阵，搁再用生物学顶悬诶名称咧。所以遮部分是咱台语，因为过去70年、80年无现代化，爱紧现代化以外，爱搁甲遐诶物件去
去甲台语化嘛。啊，当然台语化的时阵，你要安怎读念，在口语上真正就是你听我听，咱听就好啊嘛。甚至有人评断就是用这嘿嘿嘿啊，你去外国，你不要讲的时，拢嘛用手比，对无？连讲就免讲啊。啊，甚至有当初你伫台湾，你无想要讲到做时，你嘛是讲这甲切一记，这甲包两记，这甲啥？你用记的啊，头家人看有就好，头家看有就好啊，或者袂你物件爱着交易着完成，哪有啥物问题？无啥物问题啊。只是有当阵咱家己伫讲互别人听的时阵，甚至你有写日记的习惯的时阵，或者是你有做记录的时阵，你袂使当拢是这嘿嘿嘿啊，你免分别啦。这1箍、这2箍、这3箍，靠，下手拢变这，啊你是记咧读家内底哦，无可能嘅代志嘛。所以一定有写字嘅需要嘛。至于迄个写字嘅时阵，你会拄着状况，有当阵啊无拄着，真正毋知影。而且拄着才有就知影。好，安尼，咱是哦，总算讲看到啊，真正是册内容啦。好，来，我来，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？安尼我来甲伊读到迄个段落迄搭遐，读到 Winston 小姐即搭遮，我先甲读到迄种239页遐，哦，这真正是一本册嘅内容啊！毋过，若是照，毋过，若是咱照英国战争嘅标准，这场战争只是假报，亲像某种冤家嘛，毋是无意义嘅战争，甲可消费物品嘅过余拢食掉，嘛到维持残疾社会所需要嘅特殊心理气氛。战争即马成做训练嘅内部事务，伫英国各国嘅统治阶层着准嘅认知着共同利益，对战争嘅毁灭程度较准确，伊嘛是会正经相战，胜者嘛拢甲败者共劫。现主时，因说根本毋是咧相战，战争是每一国嘅统治集团咧攻击因嘅人民。搁在战争嘅目标，毋是要占领土地，或者让别人来占领土地，是要维持社会结构无变。安尼讲来，战争这个事是误导。凡是要真确是讲，凡是要真确是爱讲战争若无了时，就无存在啊。自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，战争拢对人类造成特别的压力。迄款压力即马已经无去啊，互差真多的别项米取代。若是这3个超国无相战，说同意维持永远和平，各国伫国境内拢不受侵犯，头果嘛会真相。因为哪呢？每一国也是一个自主的宇宙，永远免阁每测封闭外部危险，正经永久的和平，就甲永久的战争无差别。战争就是和平，这句党漂语的深意就是在此。虽然绝大部分党员敢若理解表面，所以这就是因迄个啥党的内部刊物的款，看起来应该是安尼，就是就敢若公司嘛，有一寡公司的内部文件吧。就讲你这个公司，你这间公司若有够大，还是有够久，一定有一寡内部文件是咧宣传宣导，或者是互新入来的人，通知讲，咱公司是安怎嘛。啊，所以这种党的组织，而且是一个团体，上无以现代社会来讲，你每一个要登记，还是有登记，一定有一个章程嘛，对无？组织章程啊，内底就是讲恁这个组织是啥物货嘛。啊，国家嘛是相款啊。咱受中国国民党带领中华民国统治台湾，还是侵扰台湾，还是糟蹋台湾遮尔久啊？那么有够侪迄种中华民国的物件嘛，对无？中华民国内底什么宪法啦、啥一大堆嘛。啊，所以即马即个小说的即个党，吼，我无可能讲什么党啊哩，可能是一党独大，还是
党制嘛，毋知影。所以做来讲，虽然大部分党员敢若理解表明，所以伊这第三种战争就是和平，就讲头前咧讲我一大堆是要表示，战到到底，这依持表明无代志安尼所以这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宗教德佮要佛教，嘛是啥物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基督教嘛，是种啥物天堂嘛，对无？我即个外国人我分袂出来 paradise 甲 heaven 的争差是啥？总是迄就敢若袂输活伫咧地球的人类的一个愿望嘛，总是希望日子过得真乐畅、真舒适嘛。要毋过现如是人世间的咱，你就无可能一天痛24点钟啊！你无可能连续7礼拜，连续1礼拜7天，逐天拢痛到歪腰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逐天有逐天的烦恼伫搭敌嘛。所以敢若就是因为即个原因，怎啊一寡宗教信仰就互咱有一个会当想象，也是会当愿望的未来安尼嘛。敢若是安尼。好，我毋知咱大家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咱是毋是准备要来压尾？对无？顺弟有啥物想法无？安尼是毋是顺弟先来帮咱压尾开头？我袂无主我，歹势，我处理一下，可能迄阵我无处理着迄款，歹势。安尼是毋是迄个三年你会使先读一个？迄阵我袂处理着哟。我看一下歹势哦。你进这篇是？我会使。无主我，有时痛甲半暝这个是无处理着。笑，有时规工目屎擦擦滴，有时怨找一粒无主我的心，有时感谢。搭去别所来看。嘿，伊的起路拢是和我徛斗阵，换阮体验即个世间的咸酸甜。好，感谢啊！歹势，迄阵我可能搭一个搭去别所在款。好，反正无主我吼，这个无主我是伊写伫即个178啊，即搭遮迄阵我真正检查一个所在。我搭伫文州准地会当看吼，我搭文州。我都要搭啦。好来，我嘛读一个啦吼。无主我，有时痛到半暝拢爱笑，有时规工目屎擦擦滴，有时怨切即粒无主我的心，有时感谢伊的起落拢是和我徛斗阵，伴阮体验即个世间的咸酸甜。这无主我这个，当然伊足侪字词，其实我慢慢真少去查过吼。毋过大部分字词就是勉强讲你看了会使摇出来是啥物货。毋过有一寡字词就是，准我你看到嘛无就随知有理解，还是会解说，伊就是甲迄个字词顶管遐个啥代志顶管的说明定出来嘛。所以你讲无主我是啥？无照主我节律来运行啊。你讲代志无规则，还是无照迄种一般的理路咧行啊？
不按牌理出牌，所以这有人来要来压尾啊！阮哋人哋伫迄个啥，进到压尾去啊，读到178啊，无主五。178啊。无主五，无要紧，我有搭咧种，文组搭伫赖内底。已经咧日火闪死啊呀！对啊，日火闪死。无主哦。我敢是昨，我昨可能真正昨下早处理的时阵，检打来一个所在。啊，恁敢读了？嘿，阮读完，我甲3年读完啊。安尼我读看卖好。恁讨论了未？还未讨论。好，安尼我读看卖好。无主哦，有时向甲半暝拢爱笑，有时规工目屎插插滴，有时怨切即粒无主我的心，有时感谢伊的起落，拢是合我徛斗阵。好，感谢啊。嘿，你讲，请讲。无我讲感觉后一页无啊嘛。无，遮尔，伊大部分拢是2页较济啦。好，谢。对，台语讲咸酸甜，啊，毋过华语就是会讲酸甜苦辣。啊，毋过我尾后才知影讲，迄个咸是一种痛感哦。伊讲，伊讲迄是一种疼的感觉，咸是一种疼的感觉。啊，所以原底迄种触觉的部分就是咸、酸、甜嘛，苦，对无？啊，中文的讲法拢敢若讲酸甜苦辣，伊无咧讲咸嘛。一般人安尼讲，什么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啊你，有伊讲酸甜苦辣嘛。啊，不过咱是讲咸酸甜。啊，当然咸酸甜，应该是讲啥？本身异效，就是迄什么李咸迄种的嘛，对无？有诶，该生酸酸，该生甜甜，该生咸咸嘛，对无？乌梅是一讲到交代，可能大家的朋友一听到乌梅，你若知影乌梅是啥的时阵，可能规拢全流喙汗啊！吼，迄个中文是讲什么望梅止渴吼，望梅止渴嘛，吼。所以，即个乌梅的物件，可能对咱大部分人，准讲你食有够多啦，吼。啊，一般，我咧猜想。可能10岁开始哦，是毋是10岁开始？你若便讲着乌梅，便看到乌梅，你就规拢喙拢流出来。无一定会滴到开刀骹，就是真正迄句话讲中文写什么望梅止渴，这可能真正有淡薄迄个啥功能，还是应效效。因为我就讲现主是讲到酸梅哦，规个真正。喙里全喙咯，我毋知各位朋友敢会安尼。感觉迄是一种口感，不过伊伫遮吼，头拄俊杰老师毋知跳出来讲，我相信吼，俊杰老师伊一定会有即个感觉。咸酸甜本来就是一种喙食味嘛，当然伊要甲演出做是人生的各种的滋味。不过感觉若以咱安怎讲，伊若照伊现代诗安尼讲咸酸甜，伊甲咸酸甜当作是人生的一种体会甲感觉，当然这是无啥物好苛刻的。但是若以咱一般来讲，咱会讲人生
伊若讲敢若咸酸甜，就敢若无够味的感觉，然后我以我的感觉，我对啊，伊若安尼讲，如果你甲看伊骨头好啊，佫甲影着，伊后壁的迄个中文的解说，那到底是要照伊的中文解说来看伊的台语文，还是要以伊的台语文来看伊的中文解说？伊若讲伊即个世间的咸酸甜，那毋过伊就佫讲，即个世界的咸酸苦咸。那安尼咱就会讲咸酸苦正，对无？敢是安尼？咱敢会讲，敢若讲咸酸甜，咱敢会讲生活是咸酸甜。所以，我毋知俊杰老师有无共款的想法无？但是我的感觉是安尼。好，感谢你们甲咱分享，真好，继续。无解说，伊若无解说话，安尼就可能就就是伊的理解。对。不过伊后壁有解说啊，安尼我感觉有一点仔。就会精差去啊，有精差对无？有一点仔勉强嘛，有一点仔有一点仔。好，我毋知俊杰老师有共款的看法无？以上。第一题吼，你若看伊中文吼，啊，过来对照，就是定就是翻起来，无啥到位，吼啊，但是你若直接看以下的台语，吼，即个诗来写得怪怪吼。比如讲即句呐，我写讲啊，世间的达甜甜，无可能会咸酸甜啦，吼。这是第一个吼，啊，我顶头个吼，伊的起路，人敢有讲起路？我去查，因为我若感觉怪怪，我就先看，医疗课内底到底较早人迄个情景那是安怎？所以人无咧讲起路的啦，讲运动会使啦，吼，所以因为起路是怪怪啊。好，感谢俊杰，请讲。起落我的理解就是讲啦，如果起落来讲，我是感觉也免讲的，因为咱的人生就起落落嘛，所以你来讲啊，人生的起落，吼，即感觉伊后壁的中文拄解是人生的起伏嘛，安尼感觉是也讲会过啦。我个人我的看法是安尼，对啊，我对伊的咸酸甜有较无共的看法。对。所以就是讲，当然，我就讲，这个咸酸甜，伊本身的意思，表面的意思，然后有延伸的意思嘛。啊，延伸的意思，当然拄则所讲的，咱知捌较侪台语的时阵，若要伫讲人生的滋味，大部分都会讲什么咸酸苦涩吧，还是咸酸苦正，吼，拢有可能有足侪种讲法，无唯一。啊，当然，你看，咱讲咸酸苦涩，还是咸酸苦正，拢听个当作是，啊，着体验人生啊，人生乐乐长，本正就是逐种滋味拢会有啊，并无限制伫咧什物咸啦、酸啦、甜啦，毋是讲即三项啊。所以就讲即种感觉、感受，可能伫伊无共个语言，伊迄个表达。或者是想要表示的，可能就有真差嘛。因为在过去也无去知捌台语文的时阵，可能就是相对安尼讲，准拄煞。开始学台语文了，知愈侪，才毋知更较侪以外、掠外，甚至会有听到一寡，毋知是答学，或者是。追求一致的讲法，甚至讲要爱有一个统一的定义，还是啥？啊，我听到迄种问题，看到迄种问题的时阵，我就有一个焦虑，就是讲，你讲要统一、要一致，还是要照相的标准？最近我想了一个名词，各位朋友应该嘛拢会知影。对无？小蜜蜂啊，小蜜蜂当然即马大部分伫
伫咧讲到小蜜蜂，我毋知各位朋友除了表示本身即个词，伊就是 honey bee， 应该是蜜啦 ，bee 蜂蜜啊不小蜜蜂嘛，对无？啊，单语当然是讲芳啦，无问题。我即问是讲小蜜蜂即个名词，伊是毋是除了咱所看到即个表面的字面的意思以外，佫有延伸出来的意思嘛？若准讲是做兵的，你捌做过兵的，对你来讲，小蜜蜂就毋是空中咧飞的芳嘛，毋是干那迄个芳尔嘛？啊，你若是伫做老师的，对你来讲，你的小蜜蜂可能佫是另外一种物件啊。啊，即三种做兵的迄个小蜜蜂，甲学校内底用的小蜜蜂，啊，佮咱看到的小蜜蜂，伊是毋是我那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什么物件伫遐？所以咱才会讲，迄个物件叫做小蜜蜂，即个物件叫做小蜜蜂。啊，一讲出来的时阵，第一摆听到你的讲句，小蜜蜂，迄是啥物货？但毋过你甲解说，或者报伊看，或者摕互看，伊就知原来就知影。后摆佫讲到的时阵，伊就随理解随了解。你一讲到小蜜蜂，伊就随有法度知影讲，到底是芳收飞出来小蜜蜂，还是派伫咧身躯的迄组鸡是，或者是做兵的时阵去外口所拄到的。所以你讲这三种物件是完全无共款，你要安怎统一啦？啊，我就讲你读1980这个小说啦，伊就敢若伫咧限制迄个字的意义，啊，佮讲愈简单愈好。毋过我就讲嘛，这是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人类的社会、人类的思想是一定是愈来愈活泼、愈来愈开阔嘛。啊，你讲你要用少数这个字、词、现象，甲所有的物件限制伫遐，甚至甲三四种意义，还是三四种现象，还是三四种状况，拢用同一个字词去表示的时阵，在淡薄咧讲2+2等于5，毋过拄着科学的时阵，你若毋是2+2等于4，你根本物件做袂出来啊！迄个啥，日本遐是倒位我袂记者，某一个所在，因离足侪物件拢是足侪国家分别去生产嘛。啊，到目前为止，就是各位朋友应该拢知，咧庆牛的时阵，伊有公制和英制这两种单位。啊，所以那这个部分拢用公制，迄个部分拢用英制，安尼大家船无到水无流，袂去牵界就无要紧。抑毋过真不幸的就是讲，螺丝母的时阵，安尼话，螺丝用公制，啊螺丝母用英制。到最后，你就锁袂起来，因为迄两个单位的迄个基础是无相款的。你讲什么？迄个精密度到小数点以下3位，牙都袂下，或者是你硬甲套起的时阵，头前3连佫锁会落去，到第4连、第5你就锁袂落去啊！你锁袂落去，你就锁袂啊！你锁袂啊！你这座桥可能就表面上你硬无甲讲出来，你硬甲用落去，迄有一天绝对出代志的啊，绝对出代志的啊。所以这先一定是因拄着过的，就是这用英制，这用公制，结果要甲斗起来是我靠背，迄牙我都斗袂起来，是，所以有当时讲你要统治，你讲要统一，要迄种，这有当时就是你看用伫什么所在嘛。啊，硬制时阵，你会使正讲2+2等于5，战争就是和平。因为拄着科学是就无可能的啊。所以有当时我就讲，你读这个小说会有我一寡迄个事，无讲介数学的感觉，这嘛是其中一个。啊，所以这种无数学的感觉，嘛有可能就是
准伫目前为止吼，我嘛有啦，等讲伊即个日会闪是一寡诗句，就是用字用词，伊的理解呢，敢若和我理解迄个核心有所真差安尼的。要不这是会创作啊，这是会创作啊。啊，就敢若对只玉玲咧讲即个，若如果拢莫看中文吼，就高高一个文字的时阵，咱有一个不遐大的想象空间嘛。啊，毋过即两种文字若是对照落去到底，哇，啊太安尼。啊，当然，我感觉这嘛是另外一种学习的方式啦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。用哪有所在地方嘛？比如讲，你若要写诗或英文的物件，或英文读英文的人看，看落看有，还是讲，你看落看有安尼咯，你就写落讲。你要表达的人看有，即个你用即个语言的人看有。啊，因为咱较就是讲，咱读中文读比台文较侪，所以有时你看中文，咱讲哦，原来你是咧讲即个意思。安尼我感觉就怪怪啊，对无？你应该是讲你用台文写出来，人拢看有，会晓读台文拢看有，毋是讲等伊看中文才来。原来你是咧写这，写这呢？我应该感觉应该是安尼，较直觉啊。啊，伊有一寡就讲，迄用字用词迄个情景啦，这已经我倒来，伊就无可能无迄个经验啊，所以伊翻起来吼，就感觉就袂直接。也都袂啥会顺安尼。好，感谢准伫甲咱分享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啦，吼。阮玉条伊写遮个台文也好，甚至进前用翻译英文，甲英文翻译做台文的这，到现主时，准讲相对少年，人无伊上无嘛徛到一个地位啊啦。无论未来，伊敢会个安尼继续发展落去，毋知影。啊，毋过至少现主时，对无？日会闪是25000本啊啦，这毋是一个小数目啦，啊，毋是一个小数目，伊就是有一个地位伫咧，有一个地位伫咧了，伊就要引导一寡台文、中文一寡，可能真正和咱无相款的想法看法，啊，这敢会使讲伊绝对安怎？我毋敢讲，就敢若过去即几个日我所讲的迄个例嘛，敢要因为无把握100%正确，率先继续坚持100%的错误，这绝对是无可能我着接受的嘛，对无？在座各位绝对是无可能去接受的嘛。啊，毋过李慧闪是即个作品，温玉桥即个人，敢会因为伊到现主时，伫台文的写作，翻译的部分，我目前是可能看得无够认真，无够详细款。无看到啥物较大的争差，也是，互我感觉顶担挨着。啊，李慧闪是可能真正有多多少少一半字啊，一两个啊词，真正可能你啊我，也是咱，总是有人讲，若是我可能袂安尼用，我会安怎用？啊，若是我会安怎用？这个就是你的空间，我的空间，咱的空间。甚至我感觉更较重要就是，反正伊着去写，伊着去发展，不管。伊现主是是毋是真正互你看着，互我看着，互咱看着，真耐叫，真无事实，真无好的一个论述，拢无要紧。就是咱的空间的时阵，咱遮有材料讲的，就应该尽量去写吧。当然对我来讲，就是尽量讲嘛，应该是安尼嘛。啊，讲的时阵，就是可能讲定拿去啊，是安怎，这拢无要紧。反正我就讲应该是。甲咱的台语，甲咱的本土语言讲转来咱的嘴里啦。啊，当然你要有你家己的作品，这是上好嘛。啊，若无的时阵，甚至就是甲台语成做咱首先使用的语言啦。你讲要成做唯一的吼，我就讲我无材料，参像迄个叫做自称爆米香话啊，就大即世人无要讲中国话，即个部分至少短时间我是无材料安尼做啦。但毋过，咱应该是会使讲，我着尽量
甲台语摕出来讲，尽量讲我台语吧，应该是安尼吧。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无？啊，准着请讲。想要讲的吼，因为咱群组内底有一个 Erica， 伊打出来吼，头到咱讨论的所在吼，啊，我就甲问讲，伊是安怎查出来？因为你若打出来吼，敢若你伊甲截出来，伊个所在吼，无头无尾吼。拢毋知影你是安怎查的，啊，伊搞到后壁佫有讲 AI 啦，啊，就敢若马文应该有讲过啊 ，AI 较袂当详细，哦，就是 AI 查出来会当，即摆会当详细的新闻是偌悬，所以你讲AI。看起来敢会当参考啦，敢会当参考吼。所以若要用 AI 家己去查 AI 出来吼，上好是家迄个情景爱互大家知影，啊无看着容易误解。因为我看起来就感觉这敢若 Google 查出来嘛毋是，我就以为应该是 AI 啦，所以。我要表达是讲 AI 敢若会当参考，即摆 AI 的错误会少，啊，伊查出来本来就伊佫家己的是一寡意义出来啦，这是我看到，咱做引导。我有看到，伊讲目前 AI 有一个啥幻象，目前 AI 就有一个幻象，因为。伫 Google 出的时阵，即2年啊，即3、5年，是3、5年，我袂记。AI 开始大量发展的时阵，其实足久以早就迄种，我会记我较早咧读册的时阵，就开始什物类神经学习法，然后即5年、10年就开始什物深度学习、机器学习，啥一大堆有诶无诶。啊，其实迄拢是安怎讲，拢是无中生有，拢是。搭伫咧真人会拍拼的基础顶悬继续去发展的。啊，即摆 AI 现主是敢若足侪资料的，啊，伊嘛是建立伫咧可能过去种 Google 的方式也是基础嘛。我毋知各位朋友对 Google 所提供的资料，你相信的程度，还是你所知捌的程度是安怎？伫咧我正是学台语文看到一句话，吼，一再提出来讲的，就是三七讲四就听一句话进前。伫咧看 Google 所提供的资料时阵，就发觉着讲，就我所知专业的时阵，伊提出来，我一看着，差不多超过一半，无甲一半是勉强算正确的。要毋过一寡迄个资料之间的连接，还是推论，还是安怎？伫 Google 的时代，伫 Google 抄出来时阵，就发觉着讲，敢若毋是安尼呢？啊，到即摆 AI 的时阵，为什么 AI 遮尔兴？就是讲，伊是用自然语言去查询嘛。啊，用自然语言去查询的时阵，伊的来源就真重要。目前为止，人就讲嘛，伫网络的世界，目前90%拢是英语的，啊，中文敢若占9%，啊，这9%的中文啊。90%拢是简体字的啦，所以伫台湾这正体字，可能以全世界来讲，可能无甲1%啦，啊是中文的哦。啊，用对因来讲，可能是汉字的部分。你讲是台语文的，迄个佫较少啊，可能1/1000甚至1/1000以下。啊，遐资料伊的正确性、伊的正确度咧，迄就佫较低啊啦。就佫较低啊，尤其即几年大家拢咧使用 AI 的时阵，就发觉着讲 AI 会家己去幻想啦。我就讲嘛，伊就是真正迄个啥中文讲的嘛，正经八百的胡说八道啊，真正是，天哪，非常正经咧讲好笑话啦，真正是非常正经咧讲好笑话啦。啊，所以真正是敢若在参考啊，伊毋过你若无相当的
背景知识还是能力去判断，你超判断袂出，足困难的。所以迄阵前2礼拜陈建中嘛伫咧应该做顶悬吧，因为到目前为止不了侪人拢会去问 AI 咧，这是我感觉无安全危险。来，准弟请讲。啊，我讲建中头拄啊，建中即边前迄句吼，就是我要表达，就是安尼吼。我若无多判断吼，我甘愿我外看，因为到底是对啊毋对，我根本我都无法度人看，所以咱讲转来，咱台语一寡历史来讲，我第一个，我若感觉怪个，我第一个查历史典，看大约是安怎，无够厉害，就是讲是敢若历史尔，无例句，无语境啊，无就知要安怎用。对，啊，到顶有敢若一部分尔，所以啊，佫一个补充就是医疗课，医疗课就是我应该讲的用英语的个叫做 collocation 相关性。就你这个你这个词后壁接什么词是？你迄书评悬的，所以大家是安尼用，所以我会去查医疗课，但是查医疗课嘛有一个代志，就是讲头仔妈无你讲的，讲较早人安尼用，敢袂当，咱即摆咱敢袂当讲有原新的用法。当然我当然我嘛同意啦，但是讲吼，我是较多半是讲，你爱先教，较早的人拢安怎用，你已经熟悉，才过来发明。是。啊，若无你发明的人拢80%-90%人拢听无，若讲大家拢接受，就接受，因为这个变大家约定俗成啦。所以一个吼，头拢讲迄 AI 我有一个经验吼，即摆吼我要问伊一寡物件吼，我袂记诶，我刚刚拍讲，比如讲我拍讲你互我建议，我无头无尾，真是佫建议一大堆奇怪咧，我落我袂问你来甲我建议搞出来。幻象啊，幻象啊，啊，所以其实就是，就讲有人是咧讲吼，咱每一项其实，除非你有把握讲，从今以后你完全有才调，莫甲手机啊，莫甲电脑这物件有牵卡着，你有即个把握。啊，若无恐惊，你也是爱开始训练你私人、你个人咧用的这 AI 物件。因为即摆足侪间公司有咧出嘛。啊，当然目前大部分的咱可能拢是免费罔用嘛。啊，阵讲免费的，毋过我最近就开始咧思考，敢是应该真正，应该爱开始来建立家己咧使用的这 AI 工具啦。啊，当然你要开钱，我爱开钱，这是个人的设想嘛，想法嘛。因为目前为止，可能凊彩定会出来就是3-5间以上嘛。啊，这3-5间，你就是安怎讲？有钱的方法，无钱的方法嘛。啊，应该是爱去建立你甲即个机器的一个互动，知影你的事啊，莫互伊牵去。啊，当然这嘛无遐尼简单啦。啊，这拄则准你所讲的方法，就是讲你若无就把握，无就判断的时阵，就是只好暂时挡伫咧门外口，莫放伊来。因为有人也是扰乱咱家己的想法看法嘛。啊，毋过即摆的社会有当阵啊，会变成讲，就敢若过去咧 Google 找嘛是共款，我就讲迄可能7-8成拢是假的啊，还是你找，还是我找毋着方法，所以我找袂着真诶。看拢假啊，就真啊，毋过看感觉较毋过诶代志啊。啊 AI 即摆你佫较歹判断啊，佫较歹判断啊。所以即个部分可能变成讲咱个人爱去建立家己诶工具啦，可能是。准讲是学台语即条部分嘛，是差不多是安尼是。学台语即个部分听讲嘛是迄个啥，透讲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因电量广啊啥因有不了侪人咧试
白话字互伊啦。啊，所以若用白话字甲伊写的时阵，目前为止，因咧判断的使用是敢若就袂差甲尔济。啊，当然这嘛看起来就敢若1980的小说内底相款的嘛，你是科学性的论述的，对无？不管是定性、定量，还是文学上的论述的、情感上的论述的，就讲你咧问的问题到底敢有迄个参考的标准答案，或者是要讲东嘛会使，要讲西嘛会使，天南地北拢会使啥咧讲的，反正就是参考尔嘛，迄是有真差的呀。只是有当中咱无小心，明明要有一个相对较标准的答案的时阵，咱煞改当做一个叙述性的内容啦，啊，就错乱去啊。就敢若目前线顶的字词典嘛相款嘛，苏东时的字词典伊可能有两个目的嘛，啊，毋过咱即马可能即两个目的会难参去嘛，一个是讲伊要定音，还是定一个标准出来嘛，啊，另外一个是要收集讲现当代还是苏东时的人到底安怎去讲即个现象，安怎去指明，还是甲迄个字音甲掠落来记录落来，迄是无共的目的啊。啊，毋过即马煞敢若已经合一啊。啊，当然即个合意，像变成小说内底讲的，目的就是力量，战争就是和平。这我无确定，我毋知影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即个1980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听，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官网头帮分享帮交流。23点钟以后，可能看影是要带领大家读出死线，啊，若有兴趣，可能伫 Clubhouse 应该嘛找会到啦。好，安尼今日读到遮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各位。